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就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下面的时间交我敬拜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早起时，搁组织一只做伙来敬拜，请咱家己安静心，咱会当家己来祈祷，会当拍开咱的心。小等者，咱要来唱歌讹了咱的上帝，咱会当用喜乐的心做伙来讹了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伫礼拜开始，咱用诗歌来讹了主。咱要举手高举主的圣名，咱的嘴要唱讹了的诗歌，咱做伙来讹了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地，不再有歌。哈利路亚，荣耀拢归你，荣耀拢归你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地，不再有歌。哈利路亚，荣耀拢归你，荣耀拢归你上帝。阮的一生拢要来敬拜你。我一生拢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手，我的嘴，我全心，我全意，拢要敬拜你。要归地，不再有歌。哈利路亚，荣耀拢归你，荣耀拢归你上帝。我一生拢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手，我的嘴，我全心，我全意，拢要敬拜你。我一生拢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手，我
全心我全意，拢要敬拜你。我一生，我一生，拢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手，我的嘴，我全心，我全意，拢要敬拜你。我一生拢要来敬拜你，我一生拢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的手，我的嘴，我全心，我全意，拢要敬拜你，拢要敬拜你，拢要来敬拜你，拢要敬拜你。咱搁用欢喜的心继续来敬拜咱的主。请咱起立，咱用热情，用破声，咱来学了咱的主。请甲你边仔的人讲，咱用喜乐的心来学了主，咱用喜乐的心来学了主。咱做伙拍扑啊，来学了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敬拜耶和华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对头来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敬拜耶和华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看你，我的敬拜。咱做伙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敬拜耶和华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来宣告，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看你。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冠冕归伫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看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妙无
比，上帝囝，上帝的囝，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妙无比，上帝的囝，耶稣荣耀尊贵。荣耀尊贵，美妙无比，美妙无比，上帝的囝，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妙无比，上帝的囝，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连列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连列冠冕归伫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看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荣耀尊贵，连列冠冕归伫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连列冠冕归伫你，我的救主，我的君王。看你，我的敬拜，我的救主，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看你，我的敬拜。再来一届，我的救主，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你是看你，我的敬拜。咱将咱的普声好，咱来主。谢主，请坐。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堪得受荣光、尊贵、冠荣，因为你捌创造万物，万物之地，万物受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这是记载伫启示录的第4章的第1节。全能的主啊，阮要来敬拜你。全能的主啊。阮要高举你的圣名，因为你是堪得阮而乐的主耶稣。全能的主，全能的主啊，尊贵我救主，阮来敬拜你。尊重荣光你，全能的主啊，尊贵我救主，到天使这下。鼓励生命，全能的主啊，全能的主啊，尊贵我救主，我来敬拜你，尊重全能的主。
搁久搁久你生命，我要搁久阳光的君王，尊贵阳光上赞归来。全能的主啊，咱的救主是尊贵的主，尊贵我救主，我来敬拜你，尊重眼光你，全能的主啊，全能的。主啊，尊贵我救主，甲天在地上，搁久你生命，我要搁久搁久你生命。我要搁久阳光的君王，尊贵阳光上赞归来。我要搁久耶稣的名，我要搁久你生命。阳光的君王，尊贵阳光上赞归来。我要搁久耶稣的名，主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光明的真神，你的国度永无穷尽。咱甲来讲，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世界的拯救。圣的君王，你是光明的真神，你的国度永无穷尽。我要搁久，我要搁久搁久你生命，我要搁久阳光的。我要搁久你生命，我要搁久阳光的君王，尊贵阳光上赞归来。我要搁久耶稣的名，尊贵阳光。尊贵阳光上赞归来，我要搁久耶稣的名。咱再来选歌，我要搁久耶稣的名。将咱当心，咱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引传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无论顺境也是逆境，
拢要唱歌来学了你。愿阮今仔日所献上的诗歌，要诚做阮的祈祷、阮的宣告，献伫你的面前，也求你眷顾阮的心灵，拢得到永壮，伫生活中拢赏赐阮得到平安。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也在平安，也请咱做伙高举主的圣尊名。此时是咱讲道的时间，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站起来，用敬虔的心来祈祷。伫祈祷的当中，咱甲主相结连，因为咱来到教会，毋是干那要聚会，毋是干那要做礼拜，更较重要的是你有甲主相结连无？你有与主相遇吗？当咱伫遮敬拜，咱确实主的荣耀已经降临。现在，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开嘴出声来向咱的主祈祷。咱免看别人，只有注意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为着咱大桥教会来祈祷，新的意向再次来彰显。咱儿童周末音乐营将要伫8月份伫这个所在继续来办。感谢许淑珍音乐老师前来授课，鼓励咱社区的小朋友拢会当来参加。请咱开声，为着这项事工，为着伫教会要兴起的事工，咱齐声来祈祷。主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搁在一届兴起。大桥教会有真正珍贵个美好的事奉工课，也是着对着小朋友的音乐来做信仰的起步。主啊，阮伫这个所在，阮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你，亲自的带领，你亲自的带领。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更乐意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恳求神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至圣的天父，至圣的主日，愿用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用祈祷将家己全然摆上。圣经有明讲，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会看见上帝。主啊，愿要伫敬拜而乐的当中遇见你，愿你的歌降临伫大桥教会，愿在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要伫地上彰显上帝的国度，完成上帝的旨意，帮助阮伫你一切的旨意中得以完全，充满着信心来做事奉。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看过阮的软弱甲不足，当阮将儿童音乐营的事奉工课看作重要的时，有一种的感动甲使命。和许淑珍音乐老师愿意来遮上课，用音乐、诗歌来建立小朋友信仰的根基，愿献上感谢。求你看顾青年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勇壮因信仰的脚步，带出圣灵的轨迹伫小朋友的身上，成做未来福音的精兵。愿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这时我嘛要邀请咱做伙，为着咱周末内底功德事项来祈祷。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有祈祷的权柄，是主耶稣赏赐予咱，哪祈祷哪有快乐的恩典。请咱用祈祷甲咱的爸建立关系。请咱注意听，伫祈祷的当中，主耶稣，咱的圣灵要听咱的声，咱嘛要听伊的声。咱做伙开嘴，为着咱教会，为着咱周末内底的功德，特别为着明凤兄来做祈祷。阿爸天父，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时，主啊，阮
全能的天父上帝，我用敬虔诚实的祈祷来就近你，恳求你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阮需要你的怜悯甲恩典，求你激励阮的心，热情的火，搁再一摆来点灯，救醒阮，互阮恢复到当初受洗的迄种的疼甲感动，帮助阮有安静的心思来敬拜你。阮搁较需要迫切的祈祷，主啊，阮呼求圣灵开来的彰显，求你拍开天顶的门，互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主的恩典，真正高举阮因。伫即个时刻，我嘛有缘要为着阮所疼所关心的明峰兄弟来祈祷。伊现在有缘伫家护病房接受治疗，恳求主保守看顾。伊伫个大灵，搁再一摆彰显在明峰兄的身上。阮看到圣经内的明示，你的信救了你，哈利路亚！愿平安的灵甲伊同在，甲伊全家同在。主啊，求你的保护，搁再一摆压榨，洗去阮无清气的心思意念。教导阮兴起祈祷的双手，为着教会，为着家己，为着兄弟姊妹关怀来祈祷。伫人民造就有信心、有勇气，伫生命当中经历主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是，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所以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49篇，就是以赛亚书55章。咱即时做伙来，我来启，恁来应。来，喙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零。哪有开钱买未食得的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要归向上主，伊要怜悯。要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白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甲恁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较搁较。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倒转。雨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会唱歌迎子，田野的树木会拍鼓欢迎。
以前有刺配的所在会发伤病，有超气的所在会发邪灵，这是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研究，为要记号。咱即时邀请圣歌队来赞美，今日所要献唱的歌入我心。感谢圣歌队的学乐，恳求圣神入咱的心，注意听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信息。只是我先来报告，
请咱分开周报。消息的报告第一点，本会青年伫7月16拜二上午9点到下晡5点，要来举办齐心去郊游吼。骑脚踏车要去到安平进行迄个活动。地点是安平。那详细的活动，请咱看迄个公报栏，邀请咱迄个国高中生做伙会当来参加。第二点。下主日是文艺传道奉献主日，由昆山教会蔡月心传道代表前来正道请安报告，请兄弟为迄个文艺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即时咱要来这念今仔日做伙念的经文。记载历史篇50篇23节。地哪。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诗篇50篇23节。只是我要来分享咱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圣经旧约的所在是创世纪4章1到8节。圣经，但只是我用台语，现代台语版来共读。创世纪4章第1节，迄个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解阮，讲。我对上主的帮赞得到一个后生，后来夏娃阁生解阮的小弟阿伯，阿伯是雇养的，解阮是做事的。过一段时间，解阮摕一寡土地的出产献予上主，阿伯嘛将羊群中头上生阁肥的羊献予上主。上主伊爱阿伯甲伊的礼物。毋过无介意解阮甲伊的礼物，解阮就真受气变面。第6节，上主对解阮讲：“你是在受气啥物？你是安怎变面？你若行为正直，减毋是会得到接纳；若无，做伫门口等等你，伊要控制你，你着甲伊制服。”第8节。解阮对伊的小弟阿伯讲：“咱来去野地。”伫野地时，解阮攻击伊的小弟，甲伊杀死。以上愿主祝福听伊话语的人。但即时，咱来邀请咱的小朋友泽恩来用华语来共读。这样子，对。第6节、第7节。第6节。第6节。大家平安。平安。第6节、第7节。上主的。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变得发怒。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好，咱搁一摆请这的小朋友哈，一起到台前来，牧师来给您做祝祷。来，你待会帮爸爸拿下去，好，帮爸爸拿下去。来，穆恩，来，你待会帮爸爸拿下去。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哈，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来献上祝福的祷告哈。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咯，我们一起来祷告了哈。
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带领赏赐这些孩子在我们当中，是神你的恩典，也是神你丰盛的赏赐与赐予。我们要将他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的灵充满他们的心，让他们有智慧，让他们学习神你的话语，让他们学习在祷告当中经历神。我们相信，在他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陪伴带导当中，他们生命得着健康成长，让他们在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满有神的能力，为主做光做盐。谢谢主，阮伫你面前，搁一摆将因的性命交伫上帝你的手中。阮嘛要为着因的家庭来献上祈祷，愿上帝你赐福因的爸母，互因学习军队主，学习人物主，学习伫信仰的道路顶面，用上帝你的话语来陪伴细囝平安大汉。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甲这细囝做伙伫祈祷的中间，祝祷的内底来看见生命的产业，拢是上帝你所赏赐。你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好，佮一摆甲因拍拍鼓励，好无？吼。这时咱们来邀请吴伟渊牧师，今仔敬德，今仔敬德的题目是不被神悦纳的敬拜，要注意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伫咱中间嘛有朋友啦吼，新朋友伫咱的中间，跟咱做伙敬拜上帝。牧师伫遮嘛来简单介绍吼。第一位许美凤伫倒位？许美凤吼，咱个一摆拍鼓欢迎伊，美凤姐吼。还有一位，请坐，请坐吼。还有一位是李梦佳吼，梦佳姐妹吼，欢迎她，欢迎她。希望你们在今天能够一起跟我们一起聚会，能够享受神的恩典。那还有一位是彭俊伟，彭俊伟也欢迎他，欢迎他，起立，让我们拍手欢迎他，请坐，请坐。俊伟长老来听华语礼拜，今天一个继续来参加，伊讲阿牧师有没有不一样？我说也都一样，但是我觉得他愿意，因为伊做水电呢，我相信听主的道不嫌多了。你会越听越怎么样？越领受更多了。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拢需要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为着啥？您敢知影？想到咱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然后来敬拜上帝？我敬拜上帝，我把它当作就像是一种献祭献祭啦。在献什么？我们在献什么？你们知道你们在献什么吗？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感觉基督徒在对上帝敬拜上帝的人物你要注意来认知，甚至要来认物这重要的概念。希伯来书第13章15节讲，让我们靠着耶稣常常开口，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是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也就是讲起，如果一个承认主会当救你活命的人，每一个人你的生命就应该结出一种的果子，就是我靠耶稣，我嘛就爱常常来到伊的面前，安怎开嘴阿乐颂赞。所以我一直咧思考当咱徛伫这个所在敬拜阿乐的时阵我足佩服迄嘴袂开的人。了解我的意思无？你明明知影讲我是主所拣选、所救赎的人，但是你会当徛伫这个所在，你安尼？当迄歌词讲爱举手的时候，你安尼？两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当咱靠近耶稣，咱是去期待救赎咱的生命。但是圣经甲咱讲，常常开嘴用颂赞做祭来献给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圣经内底有真侪咧讲起献祭的故事，拢在甲咱提醒。咱做伙来了解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啥？亚当夏娃当因犯罪，食了这个啥分别善恶的果子了后，然后得罪了上帝，对无？然后咧，
这是今日咱所讲，咱所要看的圣经节，该阮甲亚伯因献祭，对无？啊，我就咧思考吼，这亚当夏娃的囝，是安怎因的？你若去看圣经吼，看圣经吼，他们是用献祭哦。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要献祭啊？应该是啥？得罪上帝，伊的爸母吼，亚当夏娃应该常常甲因讲，对无？讲吼，咱有犯罪哦，得罪上帝哦，吼，所以吼爱献祭哦。所以咱知影献祭有一个啥？有要求主饶赦，求主怜悯。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拢是爱安怎？爱认罪啦，爱悔改啦，吼，这是一个意思吼。第三个，咱看这个拿阿做大船，上帝救世间上拿阿一家人，含这动物，因最后采荆采红，开日了后，然后因有法度通开始伫道这路上，开始是因先做一项代志，叫做献祭啦，对无？献祭哦，足坛献祭哦，这什么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伊蒙上帝呼召，离开乌尔，到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伊迄个时阵嘛是做一个动作，叫做足坛献祭。所以咱知影，上帝要未设立这个有关献祭，也是讲咱即摆咧讲的教会什么款的敬拜的制度，人原本的能力就会透过这个动作来安怎，要甲上帝做亲近啦。所以兄弟姊妹，敬拜上帝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动作，是每一个愿意要来上帝面前敬拜的人，就要安怎？就要谨慎哦。所以来到教会，毋是我伫一楼的所在坐伫遐咧啉咖啡，看到荧幕，看到直播，我伫遮加偌爽快的咧。敢是安尼？毋是哦，你得批判你的心哦。在直播现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想说在家里看着直播很方便哦，然后喝着咖啡，牧师今天讲的还不错。毋是安尼呢，迄是一个最重要的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献祭的一个动作。所以兄弟姊妹，一直到以色列百姓因蒙拯救了后，甚至对出埃及到伫西奈山的时阵，上帝透过摩西指示以色列百姓设立会幕，因就开始有一个叫做献祭制度啦。所以献祭制度其实是开始对会幕开始，到伫后来，咱有圣殿，甚至到伫咱即马有礼拜堂，来到伫教会敬拜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真清楚了解，献祭亲近上帝，也就是等于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甲服侍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参与教会敬拜的人，是上帝所无欢喜的献祭过程，乃是因为伫你的心内，你无了解。你无了解，你来到上帝面头前，你应该爱做调整、准备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来到教会，咱就爱安怎？爱提早来，对无？你爱备办心哦。我昨咧问讲吼，你爱备办啥啦？有人讲爱备办啥？奉献，爱准备你的心，爱准备你的装摊，毋是凊彩。嘛毋是讲我整间咧花枝招展，你看偌水，嘛毋是芳水秀甲我片甲种远的所在拢片会着，拢毋是。上重要是你的心有备办无？所以兄弟姊妹，该阮今日咱所看，该隐跟亚伯为什么因要献祭？因献祭方式无相款，但是献祭方式只有一项代志，就是爱得到上帝的接纳，甲得到上帝的欢喜。所以献祭爱有方法无？爱哦，甲你边仔兄弟讲，爱照上帝的方法，前后左右你甲伊讲，要照着上帝的方法献祭。那要献什么？要献什么？咱这回来了解你若献祭献唔对古约就讲着这献祭乌白献献唔对是会死人的啦。但是无遐严重啦今日基台讲咱听听，咱会当搁较了解。利未记，咱知影阿伦的囝。拿达跟亚比户，因各拿自己的香炉，神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
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洁，在众民面前我要得着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的离开了。所以你要注意哦，在你讲什么？咱来知影吼，这个反火吼，我用无相款的版本的圣经跟咱讲。新译本叫做平常的火，新美国标准版圣经 NASB 伊叫做异常的火。NIV 的圣经版本讲，这叫做不经准许的火。好啊，新标点哦，新修订版的圣经吼是写不圣洁的火。所以咱知影这个反火代表令你咧限制，伫耶和华面前是无圣洁的、无好的。你感觉上帝接纳无？敢会？就不会咯。所以咱就要了解哦，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人。当你若备办的物件、备办的心、备办的准备的态度若错误，你感觉上帝敢会接纳？袂接纳。所以毋茫想讲你人来啊，上帝一定会接纳呢？毋是讲啊，我著奉献10块银啊吼，我嘛奉献钱啊吼。上帝拢会接纳，无毋对。期待你今仔日会当更较了解圣经安怎咧讲，到底咱是安怎透过耶稣基督来得到一个宝贵的救恩。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爱献的是啥物？就爱亲像阿伯是上好的。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圣经在甲咱讲起旧约献祭，有侪即个案例，是咧爱咱就爱了解敬拜上帝，就爱选择一个上正确的。什么是上正确的？咱看圣经内底创世纪第3章第7节，这亚当夏娃犯罪了，因两个人的目睭就安怎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着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织这个裙子啊！我问你，这叶啊，这树叶会烂去袂？会啦。但是我跟你讲哦，足趣味。你看创世纪第3章21节讲什么？耶和华上帝为亚当甲伊的某用皮做衫互因穿啦。意思是啥？意思上帝这皮就爱动物的嘛，上帝爱甲伊抬啊。上帝爱透过这个物件、这个皮的物件来为着亚当甲夏娃做热早保护啊。所以你会当看见，上帝爱人是爱付出代价，上帝一生付出代价，安怎抬羊、抬这动物做皮来甲人做热早保护。但是人就爱安怎？人伫上帝面头前，敢会当凊彩献祭？其实袂使。所以伫遮我会当看到，人犯罪了后的后果，其实是爱透过付出代价的性命，你才有法度通安怎得上帝欢喜。真感谢主，咱的性命今麦毋是爱付出什么代价，你才会当得到救。咱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我们从新约新约的内底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救赎咱的活命，毋免透过你爱流血，毋免透过你爱牺牲什么。乃是安怎？只要你相信。所以兄弟姊妹，咱来看今日圣经节内底，咱知影，当夏娃生该隐第2节，伊的小弟阿伯是雇羊的，该隐是啥？做事的。过一段时间了，该隐摕一寡土地的出产献给上帝。阿伯嘛将羊群中头上生的、佮肥的羊献给上主。所以无共哦，伊献的是上好的，是上水的。迄膏油代表啥？迄代表亲像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咱来知影头生甲这个脂油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代表的是预表是最好的奉献给上帝。所以咱来了解，咱伫上帝面头前，上帝伊有接纳什么人的？第4节讲上主意爱亚伯甲伊的利米啊。所以咱知影，如果你若献的毋是上好的，上帝敢会欢喜？因为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时阵，你对你的囝，你会用上好还是上歹的？拢嘛上好的，奇怪吼，对上帝拢是爱偷偷啊，爱甲捏的吼，真奇怪哦。对家己人，对家己的囝吼，拢上好的互伊哦。但是啥啦？对上帝拢是上歹的。兄弟姊妹，这值得咱来思考。当上帝无接纳该隐的物件，无合上帝意的时阵，该隐上主对该隐讲什么？
讲你是咧生气啥？第五节讲啥？该阮就真生气，变面啦！你谁人无要接纳我诶？兄弟姊妹，今日恁若听到牧师今日讲到遮，爱献上好诶，你感觉听起来我无献上好诶，上帝敢若无感染，你会生气袂啊？你茫生气我哦，迄毋是我哦，迄是圣经内底讲诶哦。上帝无生气该阮诶，上主的对该阮讲啥？你是咧生气啥？你是安怎变面？你若行为正直，兼毋是会得到接纳吗？若无，坐伫门口咧等待你啊！伊要控制你，啊，你就甲伊制服，你要把他制服啊！该阮对伊的小弟阿伯讲啥物？来，行，咱来去野地吼，伫野地中间吼，该阮就已经准备要安怎歹死啊！所以兄弟姊妹，你注意哦，我毋知影你今日听完这篇讲道片的时阵，你对上帝心智会愈捏起来，还是愈愿意的心，迄是无共款的哦。我期待你会当真正好好去面对上帝。兄弟姊妹，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这是新约。新约希伯来书真清楚，互咱了解为什么上帝要降纳亚伯的物件。亚伯所献的，因为因着信啊，献祭给上帝，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这信仍旧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觉圣经内底咧，甲咱讲起上帝伊降纳亚伯的所献的，但是对伫该阮的教导，互咱真清楚知影，所献的祭物甲奉献的人有关系无？所献的物件甲人有关系无？其实上帝无在意你献什么啦，但是上帝在意的是你这个人啦。人若对献的物件就安怎就对啊，但是人若唔对，你搁安怎献吼，嘛拢唔对啦。所以吼，有一个故事，拄啊好应验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8章，牧师无放伫遮，《哥林多后书》第8章12节讲，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啊，必蒙悦纳。乃是照着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没有的。好，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人吼，伊礼拜日吼，照惯例去教会拢做礼拜，啊嘛照惯例拢对裤袋啊吼，摕10块银咧奉献啦。有一摆呢，这个人呢，伊将钱当做奉献，甲伊放入去奉献箱啦。忽然间发现讲，他发现他奉献错了。他不小心把100块奉献进去了，他心里就讲说：他很懊恼，觉得说我明明都要奉献10块银呐，是安怎把这100块拢给落入去啦？伊怎走去甲牧师讲，伊讲牧师，我头拄无细字吼，原底我是要奉献10块尔啦，但是我竟然把我的100块奉献入去啦，我敢会当退刑啊？退刑迄90块啦，牧师就感觉真为难哦，牧师他觉得很为难。他怕说这会破坏了教会的财务制度这个人也很无奈他就说算了，就当作我多给上帝90块吧。伊就安尼讲甲牧师讲牧师就甲伊回答讲无你并无加互上帝90块上帝敢若收你10块银尔啦。你了解这个故事无？这个人伊原先讲伊想要奉献10块尔。但是无小心奉献100块出去，去甲牧师讨90块回来。最后这个奉献的人算了，无要紧啊，牧师啊，你既然你就讲教会这破坏教会制度无算了，我不拿那90块了。牧师就告诉他，没有，你没有多给教会90块，你没有多给上帝90块，你只有奉献10块钱。注意你奉献偌济，其实跟你本身会当得到福气有关系啦。这个故事是咧讲这个意思啦。虽然你加互教会加出来，你也做你加出来，但是你的心内上帝拢知啦。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面头前，上帝降纳人的礼物，乃是出对上帝的仁慈，疼咱，因为咱的性命还阁会当伫这个世间留一刻久。
咱还阁会当为着上帝来做工，所以咱更加伫上帝面前爱感谢上帝，所以上帝才会接纳你这个人所献。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阿伯所献是头生的羊，是羊的脂油，代表是基督。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代表咱伫上帝面前会当甲上帝重新建立一个要紧的好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咱唔免通过你所献的啥物，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在上帝的面前就蒙福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希伯来书清楚甲咱讲，咱嘛看见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安怎甲咱讲？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讲，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诚实的原文叫做什么？诚实的原文叫做真理啦。敬拜上帝的人必须要用心灵跟真理，不是凊凊菜菜的。你若无照着真理，来敬拜上帝，有当时你伫上帝面头前，你是无照真理来行的，安尼有了解无？所以圣经咧讲，咱来知影这个故事发生伫约翰福音第4章是咧讲撒玛利亚妇人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伊有几个翁啊？都无人知影，5个翁，对无？但是伊一开始问耶稣讲：“耶稣啊，你那里阮这个所在咧抢水，在那个井水在那边取水。”但是耶稣告诉他：“你做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啦，你嫁几个翁我拢知影啦。”回做讶异哦。他问他说：“我需要在哪里敬拜上帝？”耶稣就告诉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等耶稣甲伊讲到伊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的生平，你的做了什么事情？伊哇吓可一个哇，这个真的是上帝，他是神派来的。所以了，撒玛利亚妇人经过耶稣甲伊讲这个代志了，伊怎开始入城内底去开始传福音啦。所以这个故事真有意思。当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讲，上帝是灵，拜伊的必须爱用心灵甲诚实，就是爱照真理来拜伊啊。所以有真侪人咧拜神也好，拜什么神也好，拢是无照真理啦。什么叫做无照真理？拢照伊所爱的啊！这个神也无好我吼，啊，这真假的，啊，无你做大，神拢爱听你的呢，敢是？那照安尼的意思，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我拜他，他没有实现我的愿望，所以我不相信这个神了，是这样吗？其实都是错的。敬拜上帝，上帝跟咱讲，透过耶稣跟咱讲，上帝是灵，所以拜伊的必须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箴言15章第8节讲什么？歹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怨恶；正直的人祈祷，为着伊所欢喜。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是上帝所喜悦的。约翰一书3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所以咱会当了解，如果咱的心敬拜上帝的人，咱的心若无正直，其实有真侪项事，咱无法当得上帝欢喜的敬拜。亲近上帝嘛相款。我真爱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第10几节到16节咱做伙来看这段圣经才真好哦。伊的标题叫做“做上帝喜悦的事”。我们一起来认识怎么样做上帝喜悦的事，得主的喜悦，得蒙上帝的赐福。来，圣经怎么说？你们要继续彼此相爱，情同手足，不要忘记款待客旅，因为曾经有人接待客旅时，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要设身处地的顾念那些被囚禁的人。要感同身受的顾念那些被恶待的人，人人都要尊重婚姻，不可玷污婚床，因为上帝必审判淫乱和通奸的人。不要贪爱钱财，要对自己拥有的知足，
因为上帝说过，我永不撇下你，也不遗弃你。好，很清楚了哈，做清楚，唔免某书个该水啊哈。好，第12节说什么？同样的，耶稣为了用自己的血使他的子民圣洁，也在城门外受难。因此，让我们也走出营外，到他那里，忍受他所忍受的凌辱吧。我们在地上没有永远的城，我们寻求的是那将来的城。让我们靠着耶稣，常常开口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是承认主名的人所结的果子。不可忘记行善和帮补别人，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咱会当来教会，教导听真理、听道理，咱嘛会当彼此学习。当咱倒转去了后，咱来学习，亲像圣经所讲，行好事，爱做别人的帮助者，安尼的做是上好的。唔是你来到上帝面头前，你做偌好的工课，唔是。重要的是，当你有能力，你会当做帮助者，你会当伫教会服侍人，甚至互人的生命更加得到永驻，拢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咱嘛看见慧娟姐吼，带你的姐姐，带你身躯边的人、亲人、朋友，今日嘛有看到，这敢若是阮隔壁吼，阮厝边隔壁吼，因这过去我是伫永隆，住伫永隆教会咧建堂的时阵，我较开始熟悉因这个家庭，阮会住伫阮兜隔壁遐尔吼，所以真感谢主，这阿公甲阿嬷带的孙啊做伙来啦吼，阮真欢喜，咱会当伫这个所在听主的道理。其实是咱生命足好的智慧的来源。吼，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毋是看足侪本册，重要是伊了解人活的目的是要为着什么来活。这是上帝互咱一生上好的生命的智慧甲功课。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学习。你会想讲，基督徒若照你所讲所信的，当成做上帝所称做义的人，有好无？有好。但是义人够在够困难，其实嘛是有呢。你讲我做义人吼，这敢若嘛无介好哦，敢若恁基督徒嘛是有真衰的代志呢吼。其实圣经内底拢有讲起吼，箴言24章15到16节讲啥？义人虽然七败八倒，仍然必兴起啊，但是恶人却被祸患倾倒。好，哈巴谷书吼嘛有讲起哦。讲啥？为义人必因信得生。马太福音5章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每一摆来到伊的面前敬拜、献祭、侍奉，咱用敬畏上帝的心学了上帝，就爱安怎？咱就爱甘心乐意。所以甘心乐意的人，心里面就会喜乐。好，心里面就会满足，袂因为讲你欠缺，因为讲你拄着患难，你就安怎？你的信心的能量累积。反倒当你会看见讲，哇，原来教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有那么多繁琐的事情，我的生命都还没有学习到。所以当你的生命若不断伫这学习的中间，你会看见，哇，咱的上帝是安怎，互咱有这个制度，生命的制度。是要爱咱亲像一个红鸭啊，咱伫一个安全的环境的内底来平安大汉。所以咱的信仰吼，有这个方法，咱就爱学习去遵守。唔通想讲吼，你足敖啦，吼，你拢会使一唔通。吼，牧师捌分享过，我出过车祸，吼，我较早就是一个做靠家己，感觉犯人事我会使，我可以的。可是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样样都不行。我唯一只有一件事情，说主啊，何时你才要让我再刚强站立起来？所以生命是上帝赏赐的，不是咱会当立立的。所以上帝伫西奈山的约定，甲这以色列百姓制定这个献祭制度，是要爱伊的百姓有机会甲上帝结连一个好的关系，互因唔通伫罪恶的中间安怎被罪来捆绑。所以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就安怎甲咱讲，咱爱甲罪安怎？爱甲罪安怎？爱甲罪。伊讲罪伫，伊讲
你若行行为正直，兼毋是会得到接纳吗？若无，坐伫门骹口咧等你啊。意思就是讲，当你若无要行正直的事啦，你就互罪咧等你，你准备咧犯罪啦。啊，意思就是讲，伊后壁讲啥？讲伊要控制你，你就爱安怎？爱甲伊制服啦。所以吼，我感觉人吼伫罪恶的中间吼，其实咱有决定，咱有能力，有法度通甲伊制服。咱来靠上帝互咱的智慧、真理，安怎去做应该做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用一句话，跟咱做伙分享。耶稣捌讲过，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上帝遐。咱知影耶稣基督、甲上帝、甲圣神是啥物？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每一摆若咧看这段话，我就想起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一起的。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他是单纯的儿子的身份，他不敢讲我，他会说：“上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上帝，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对不？这样的讲法较是合理嘛？但是耶稣伊是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人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所以耶稣伊咧讲，伊家己本身就是上帝，伊本身就是圣神。所以咱来了解，当咱咧看圣经的时阵，只要你若看到我，耶稣若讲到我，上帝若讲到我们，你若看旧约，拢会看见我们，拢是咧表示上帝、耶稣拢咧讲起。因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信仰、咱所献的制度、咱所献的祭，要得主的欢喜，咱就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活伫耶稣基督的真理活命的道路顶面。上帝的确互咱的生命得到主的祝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主上帝，伫你顶面无别的拯救，除了你以外，阮的生命会当得到丰富的生命，只有透过你。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时常透过圣经真理的活命的话，来帮助阮家己，教导阮身躯边的亲朋好友，来认捌独一真的上帝是何等的丰富甲稳定。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当阮若深甲主上帝你结连、交通、建立关系时，阮需要了解，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拯救，是因为主你的稳定，毋是阮透过献什么祭、奉献偌济来得到主你的接纳，乃是阮需要一粒正直的心，有真理、有诚实的心灵来行主你教导阮的生命，互阮学习有听，好灵敏行公义的心志。来为主来活，愿你帮助阮，互阮明白，主你拯救正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也要教导阮，着拄起无敬虔的心，甲俗世情欲，伫这世间，着保守家己的心，有行公义，用敬虔的生命过日。愿你持续扶持看顾阮每一位家人、朋友、兄弟姊妹的心心灵，伫主的听的内底，互因的生命会当活出。有信心的愿望，特别我嘛要为着洪兰姐的丈夫明峰兄弟，求上帝你怜悯伊，求上帝你透帮，求上帝你医治甲恢复，帮助伊。虽然伊伫家护病房咧受治疗，总是阮犹原主你献上感谢。你留伊的活命，也恳求上帝你亲自甲伊医治固守，互伊重新恢复，互伊重新勇壮起来，互伊搁一摆会当恢复。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使用伊，你若要留阮的活命，阮相信上帝你的确有你美好的心意。求上帝你继续引带阮，互阮大桥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毋但享受着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嘛愿上帝你赏赐互因，无论家庭的产业，无论伫因所做的工作甲生活、健康，拢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
39首，俄勒主敬拜主到万代，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咱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每一个对上帝感恩的回应。如果你若无准备，若无了解的，你无奉献不要紧。咱三甲伫上帝面前，三甲来做奉献。当你用愿意的心奉献伫上帝面前，上帝嘛的确要丰富。赏赐咱快乐，增加伫咱的产业，增加伫咱的生活顶面，赏赐教育的金钱，互咱会当继续伫这世间的年日，若丰丰富富教育，嘛要搁一摆来为主美好的干净。咱做伙起立来唱奉献的诗。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
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犹原徛咧，咱做伙来吟上灵的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将一切荣光归乎咱的主。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赞，是通过你的话语，常常来激励阮的心，互阮真做一个温柔、谦卑、顺服的人，互阮认捌阮家己的性命，毋是在伫阮会当掌握，是上帝你的捏你，嘛是上帝你的赏赐。恳求上帝你赐福阮伫今日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互讲甲听的人平平得到利益。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到1楼的地方享用咖啡，然后一起交流，好，欢迎你们。